同乜心？Marina 完全聽唔明。同理心即係你好容易感受到人哋嘅感受，好似自己經歷緊咁。真㗎，幫人哋真係令我超開心，而且我成日都會設身處地諗，咁先明白佢哋嘅感受。耶！我終於揾到我個天賦啦，多謝爸爸。兩父女即刻攬到實一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龜爸爸突然講：你知唔知啊？而家係時候展示我嘅天賦啦，準備未啊？跟住佢就追住 Marina 要拗佢痕痕。由嗰日開始，Marina 就知道佢嘅同理心天賦係一樣珍寶，可以用嚟幫海洋裏面嘅動物，令成個海洋變成更好嘅地方。